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7日，旧历的10月20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彰化县反这个300种的美国猪，也就是反美国来猪，拍算要来印制来猪专卖店的标章。另外，这个厂商供应予学校甲长照据点的餐点，若发现是来猪，就永远袂过来录用。 也阁有，这个厂商若使用来猪，员工出来检举属实，就要来发高额奖金。县长王惠美嘛接受到议员的建议，只要有厂商或者是店家假卖含300种的美国猪肉，就要甲因点记做记号，就要甲因打这个来猪专卖店的标章。来猪进口了以后，再毒猪肉是吧？咱要安保证咱的学生囡仔无食到。 彰化县议员张金坤议会质询问县政府，要怎保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了后，学生袂去食到毒猪肉？如果中央真的撑不住，他还是一定要进口，我彰化县绝对是会捍卫。县长王惠美讲，若掠到厂商用300种猪肉，就永远无要录用过罚钱。同时，嘛提出检举条例，鼓励厂商的员工检举。那这是讲有用这个300种猪肉，就会发奖金。另外，佫出招采纳议员的建议，讲若卖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，就要打标章。专卖店标章是安尼，顶面写讲本店的猪肉保证有莱克多巴胺。 莱克多巴胺哈，无人家己买啦。是要让消费者能够去明确的分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好事，让客人有所选择。哎呀，所以你觉得这样子好吗？哈，都可以啊 ，OK 啊。大部分民众认为讲，若是有打莱克多巴胺的专卖店的标章，那咧大家都分开清楚，这嘛算是替社会大众顾健康的一种方式。